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個柏澳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比較埋附近嘅租盤賣盤或者一手買賣，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。旁邊就係廚房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2人飯台。隔離就係洗手間，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客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前邊有個露台，可以做啲曬晾嘅工作。遠處就望住開陽翠綠嘅針山。睡房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左手邊可以放個雙人床，對住亦係開陽翠綠嘅針山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或者比較附近嘅租盤賣盤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